點解越講究陽宅風水，住得越安穩？呢個係好多人想知嘅秘密。其實我發現選擇一個好位置嘅陽宅喺生活中能帶嚟意想不到嘅順利同平安。風水之所以重要，係因為佢代表住人同自然嘅和諧。揀一個理想嘅陽宅位置，就能令家庭和諧共處，避免不必要嘅麻煩同矛盾。好多人唔了解嘅係，一個好嘅陽宅選只能提升家人嘅能量同財運。如果你唔知點樣揀，唔使擔心，我會分享一啲簡單易明嘅小技巧同資料，即刻領取，助你一步步打造完美居所。更重要嘅係，陽宅風水會影響居住者嘅心情同健康。一個佈置得宜嘅家，可以帶嚟自然光線同良好嘅空氣流通，甚至影響睡眠質量同心理健康。你想知更多家庭幸福嘅小秘訣嗎？唔好唔記得關注我哋。下一期視頻繼續為你揭秘更多關於家居風水嘅小知識，同時亦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經驗或者提出疑問，我哋一齊交流。